我有50的，我用的50。也是50吗？你是没用的吗？还？我得告一下，就是这儿就是个全部是，就是我查一下嘛，这全部是完。哇，一包全部是。我主要是包的时候那个。还有。你不要上他都不能。他没用，他是借到那个的。你只骗他一个人。他在借到的，他回来他借到的，他好骗。50赔两个赔进去。你莫仿着嘛，莫仿着嘛。许同学在的吧？他们在那后面嘛。看看。你莫仿着嘛，他听不懂，你要跟他说普通话。3包了吧？对啊，那会儿给他看一下有没有还调就回去算了，开始了。第二，你看第二和他们在这里拍照，在这个地方。3包。哦。然后那个才20多度，10多度。他们3包那个国家队今天是在宿舍。我没想到拍过。哪个没拍过？第二个没看过。这个人拍过来。当的那下才帅，只有当的那下才帅。这边在1年，回去3块钱。现在才帅，这一下才帅，这下才帅，那个我那下才帅，然后他也看了半台。当了一下，刚好就甩下来。对。
了，多跳几个就多了，可以开就那一。怎么了？要跑啊？你算哈嘛？不怕？要跑啊？呀，好香啊！呵呵。嘿，上来吧。啊，去了去了，这没办法开两个人。可以，真没办法。可以的，很平嘛。不是大家都是平凡的，不能平凡的饭。准备几个？对，少点，给自己对。没事，他小乐的徒弟，你跟他拍一下，没事。啊，他徒弟跟老师一样的吧？对呀。好死人，要不然对你。估计是来前面吧。这边的吧。估计是来前面吧。
估计是一生来前面吧。但不行，估计是不行的哟，没有电了。他的那个没有电了。还有线，还有换电池。我也准备出来不好看，不是还是傻呢？这不能装，你装。我那边在哭。啊，人机788呀，人机788没吃过，哈哈，人机788。拉了个大来放，可以吗？放放放，等一下，放吧等一下。没事，我剪了。不用打灯吧？2个了，打开了。对，没感觉啊，你灯没灯亮。啊，不跳吗？不跳啊？出去了。跳啊，跳。不进好了没？好，早就好了，早就好了。啊，说着就算了。哦，手机掉了吗？重新来哦。我操，真的！把声音大一点嘛，我操！连着笑一笑，看到这边，看这边笑。别随便做起来呀，别随便做起来呀。配了跳绳。这个拍不拍了？那个。吃饭吗？真的。看看吧。别抓脏扎一下呀嘞，别抓脏扎一下呀嘞呀。他低着头啊。别随便做起来呀，别随便做起来呀。
点了，哦，这边走了。5点钟下雨，还有。啊，西河庄。哦，打的摸的。